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带大家真正的中国。今天是2024年12月20号，这一期咱们继续胡聊胡适、胡指、胡威，还有胡一金老师今天胡适这个走势可以说用一句话概括就是等风来，就是在等小道消息等小作文救命。今天的这个 A 股三大指数呈现震荡整理态势，用一个字形容，那就是稳。截至收盘，沪指微跌0.06%，深圳指微跌0.02%，创业板微跌0.18%，你说说这还不稳呢？这就叫稳。两市成交额1.5万亿这个已经连续几天在1.5万亿左右。今天比昨天略微多一点。我说过了如果连续一周那成交量都在1.5万亿下，那就是情况不妙了，大家也小心现在就是在等风来，等小作文。周末看看有没有小作文，下周有没有？如果没有小作文，那他就恐怕选择向下了。给的时间不多留给这个外媒留给这些多头时间不多了，小作文要尽快出来。但是今天那个股票它上涨的3555家，待涨的1664家，涨得多跌少，但是涨幅都非常小。也就是在这个行情里面，金融消费者很难赚到钱，连手续费都不够跌幅超过2%的只有200只，给人感觉今天机构放假了，游资也放假了。我们先看一个昨天的这个新闻说监管要求规范首席经济学家、证券分析师、基金经理等公开发声。多地证监局近日陆续对券商等旨在加强对公开言论的管理，尤其是首席经济学家、券商分析师、基金经理等从业人员对外发声的管理工作。据多方了解，有券商研究所已在内部发文加强对分析师的管理，要求分析师要全面规范自身言行，严守职业准则，强调研报是客观的唯一标准，不要为博眼球说出一些出格的话语，不要为了吸引客户符合热点而放宽标准，不可存侥幸心理，试探监管红线。有研究所合规称，目前有很多第三方机构接受买方委托，直接用买方名义接入各类会议，通过 AI 进行保持并分析整理，然后对外传播。合规明确要求禁止从业人员以任何方式向客户提供上市公司调研纪要，相关纪要只能内部存档或做卷写研报的素材。我只能对监管表示同情理解。你说什么都要管，这就是为什么咱们的编制是越来越大的一个原因，管得越来越细。如果管得越来越细，事情往好的方向发展，那也不错，好歹投入了这个人力管出来效果。问题是越管越乱，越乱我们越要加大投入，在编制扩编，招更多的人去管，然后管得更乱，这是不是就是叫恶性循环？哈耶克说解决问题的人就是制造问题。你为什么管得这么细呢？券商的研报你用得着这么管吗？不知道美西方人家券商那个研报，那高盛、摩根大通那研报是什么研报人家有这样的管吗？但是他管的理由是充分的，对吧？如果你不管，这研报他就胡来，开始对吧？风水也上了，易经也上了，小道消息上了。现在比如说人形机器人热，那他的研报就说哪些公司在搞人形机器人，初衷似乎是为了净化胡适为了保护金融消费者利益。但实际上你要这么管根本管不了，越管越乱。最好的办法是让这些金融消费者自然的消失。你这些券商的研报，你的看的对象是谁如果你的对象都是机构，对吧？你就骗机构去吧，机构不那么好骗，对吧？如果这个研报拿来骗这些金融消费者，一骗一个准。所以说你不治理这个土壤，不把这个金融消费者给它处理掉，你老是管这些券商的研报，你有多少事要管呢？所以这个监管就变成三头六臂，什么都管，越管职能越大，事情越多。美国的证监会天天闲得跟什么一样。当然了，醉翁之意不在酒，我看他们要管的恐怕是富鹏、高尚文这样的言论，对吧？富鹏、高尚文这样的公开言论是不和谐的，是不利于稳中向好的，所以要封杀。所以要求券商自己先管，对吧？你们的所谓的经济学家、首席经济学家不能让他在外面乱咧咧。以后首席经济学家做报告演讲必须申请，对吧？这个报告要经过上级部门审批，就按照那个脱口秀演员，对吧？那个演出的规范来要求，对吧？你到哪儿去参加论坛，你那个演讲稿先审核，然后就照着稿子念，一个字不能差，这样就不容易出错。你看这个声望宏源傅劲涛在这个投资年会上做他的报告他说当前仍是牛市一手市，第二波行情最晚明年下半年启动。财联社
报道说，申万宏源2025年资本市场投资年会于12月17日在深圳召开。申万宏源 A 股策略首席分析师付金涛对大势研判作出核心结论，认为当前仍是牛市起手式，可分为两波行情。2024年底是第一波行情，第二波行情最晚于2025年下半年启动，反映2026年 A 股盈利能力拐头向上，可见度可能是真正的大级别上涨行情的起点。付金涛分析称，自9月24日后市场反弹以来， A 股交易博弈剧烈程度已是牛市级别。当然，如果牛市预期难以一蹴而就，短期已处于低性价比区域。同时建议投资者要相信规律，守住框架。此外，付金涛认为2025年可能是主动管理以及泰来的年份，新景气机会的确立通常是由主动挖掘，再由被动覆盖。主动管理永远有生命力，主动管理行业并不会缺席真正的牛市。这个申万宏源付金涛的结论你看看，就非常符合监管的要求，没有杂音。就是唯一为难这些分析师、经济学家、研究员的，就是他们的词儿不够。就是这个胡适走的就这些经济学家、分析师、研究员只能说叫无语，没有办法，所以就创造各种词儿。这个词儿是他自己创造的，所以他有解释权。你说牛市就牛市吧，还搞个慢牛，那些慢牛大家也接受了，还搞个回头牛或者牛回头、倒车牛，你说牛都不够用啊！现在搞个牛市叫起手式，起手式什么意思？是打太极是吧？准备武术表演，起手式。你说这一个股市多少词儿都不够他用的，整这些新名词，大家印象应该比较深刻口罩期间那个新名词，那是一天都出几十个你不好好学习，你根本就听不懂人家在说什么。为什么要整好的新词呢？就是为了对吧？这解释权，新的词儿概念比较模糊，定义不是那么清晰，所以对吧？你可以扯来扯去的。牛市起手式什么意思？起手式是跌还是涨还是横盘？搞不清楚，只有他自己知道，对吧？你2025年你怎么走，他都说是叫起手式。这个我也理解就把这个券商的研究员、分析师、首席经济学家给逼疯了。说真话吧，就是可能砸了饭碗，遭禁言；说假话吧，对不起良心。所以只能搞这些乱七八糟的新词汇、新名词。当然了，为难的不光是海通证券的这广发证券的研究员似乎也是不容易这个广发证券的研究员在他的报告里面整出了一个水牛，2025年 A 股策略展望，说古今中外的水牛是如何演绎的。他整个水牛这个词来了。你说慢牛吧，大家也接受了，他整个水牛，水牛是慢牛还是回头牛还是倒车牛还是起手式？你只能听他解释这个广发证券研究员说全球牛市画像，海外历史上的牛市有哪些类型？说古今中外的水牛是如何演绎的？考察全球8个股票市场，发达市场的牛市多数是宏观周期驱动的牛市，期间伴随着产业的周期的力量，而新兴市场交易出现政策牛或水牛。25年 A 股是否能够形成水牛？根据水牛形成的3个因素以及出动水牛需要的资金测算，25年总量层面复制15年 A 股水牛的概率不大。不过25年结构性回升的领域可以产生结构性的水牛。你看看这词儿用的，结构性水牛，水牛还结构性水牛。说25年的市场研判如何展望跨年行情与春季躁动，如何进行4月决断，一条清晰的逻辑传导路径。说官方目标赤字率到广义财政空间到 PPI 到 ROE， 年末关键会议定调招常规，真是难为这些研究员了。我不太清楚就这些研究员如果到国际上跟人交流，说的这些话人听得懂吗？也是咱们的资本市场你不需要跟美西方跟海外的资本市场去交流，对吧？咱们是自成一体，自成体系，咱们自己关起门来自己玩，也没打算让老外看明白。外资到了胡适那不都是大呼看不懂吗？根本就买不完，只敢玩那个模拟盘，不敢玩实盘，对吧？首先他这些词儿他就整不懂，一头雾水然后这个东南西北中发白葫芦娃这些他们也搞不懂，你说怎么炒？没法玩，只能敬而远之我们再看看这个证券专家刘继鹏老师他聊这个监管体制改革，大家看视频这次提出要进行全面系统的投融资体制改革，这个提得很好。资本市场要进行投融资体制改革，就是要把过去单一的融资式
要改成投融资并重并平衡的市场，或者大体平衡，就是说耐心资本和中长期资本的问题。实际上我还是觉得要培育中长期资本这是个大事儿。实际上我们现在看到的还是有点受地方的影响，就是都是要变成机构投资人市场。其实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形成的过程，我们只要把很多的框框给它打开，这些机构长期资金就会入市。比如像我们的保险、我们的企业年金、社保基金，这些都是啊。当然你说你让证券公司做长期投资，那就是等于和他们的使命就不相悖了。他们本身就是追求流动性的，是个平台。所以说显然我们要培育的中长期资本并不是指的这个证券公司和基金公司，但是保险是肯定在其里的。打通这个堵点的问题要和改革结合起来。像我们说的资本市场的漏洞还很多，要改革的地方也很多，因此呢就需要通过改革来保护投融资体制当中的投资体制，保护中小投资人，因为他们出的钱啊，而且这个市场又是一个没有保本保息的市场，他们在承担着风险，所以一定要堵住这个漏洞。现在我们基本上证监会为难的地方就是谁是投资人啊？说2.2亿投资人我也都不认识啊，所以他们的眼睛就都盯住了融资端，通常还会把证券公司、基金公司都当成证监会的御林军，是他们最可靠的战友，因为他们都是有形的呀，证券公司经理、基金经理。前一段说这旋转门批的也比较厉害，证监会的主任一转身到下班当证券公司董事长，这种情况非常普遍，这都是要改革的地方。所以我觉得打通堵点这句话，严格说就是要把这个资本市场17年徘徊在3000点的堵点到底是什么，和我们的监管制度改革要联系起来。比如说大股东减持的这些事儿，这些就都是要解决的难题和堵点，这不能完全照搬照抄西方。那中国的民营企业一股独大，这有什么道理啊？资本市场是培育公众公司的，不是培养家族企业的。结果我们这个50、60的家族企业还很普遍。所以我觉得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某种意义上也是展现了领导的决心。当然这个决心呢具体落实的时候又得看准方向，或者选准问题，问题导向。其实问题导向是一个很重要的话题，一定要把最影响我们最大的几个主要的问题把它揭露出来，把它解决。当然我最近也提到了，我们也可以在我们这重要的一个转型时期我们可以群策群力，也可以征询大家的意见大家可以把方案哪有什么问题全都寄到我们的监管部门，看看大家当前最为关注、反映最大的问题有哪些。往往是监管部门在上边他看不到，但是我们有2亿多的股民帮助证监会看好上市公司，这是没问题的。从融资式转向投资式，这个改变可不小啊，这是要动根本，所以没那么容易。现在我认为监管要下定决心就是得想办法要动一部分人的利益。胡氏5000多家，至少要下掉1000家退市，就是这些垃圾还在胡氏祸害吐故纳新这么的垃圾股。然后这金融消费者他也喜欢炒垃圾股，游资也喜欢玩这个垃圾股，然后垃圾股的股东高管还逮住机会了，赶紧减持，这简直是叫泼天的富贵呀！这个上海证券报报道说冲刺宝壳、新 ST 公司各秀财技，这就是我说的，就这些公司都应该退市。结果人家现在玩宝壳，为了宝壳各种秀财技，这不是明目张胆的在这儿造假吗？就是美化自己的报表，然后达到保留上市
主体的这么一个目的，为什么不能让这些公司都老老实实退了呢？他这文章上说啊，说数据显示，今年前3季度有20家主板新 SD 公司营收不足3亿元，就是整个全年收入不到3亿。创业板、科创板营收不足1亿元，各有1家。这22家公司中，只有新 SD 恒宇、新 SD 微地等5家公司利润为正，那就是17家营收没超过3亿，完了这个利润还是负的。就这公司它还留在资本市场，到底要干什么？说年关将至，新 SD 公司1年1度的保壳战进入最后冲刺阶段，犹如退市新规的事情。今年的保壳战更为激烈，新 SD 公司为避免触及退市红线，大秀财技，各显神通。这个秀财技咱就不一一介绍了啊，这里面有他举了新的同洲为了造利润呢，搞各种突击交易，千方百计的增加营收。平常的干什么去了呢？这里面常见的造假，大家动动脑筋就知道了，就是大股东啊绕到客户那儿去找客户，对吧？你去跟这个上市公司签一个合同，你买他多少东西，采购了多少产品，完了价格还得高，这样给利润还得流出来，营收这样一笔生意做下来，营收有了，利润有了，就达到这个交易所的保壳的那个条件。那人家客户为什么配合呢？凭啥？不要紧，大股东会给他补贴，对吧？你亏了钱做我的，你看看，这就是最简单的做法。当然大股东可以不直接出面，找个壳公司过去，找一个白手套，或者大股东去采购他的，对吧？他客户的产品高价采，实际上就是利润和营收输送啊，这都是简单的玩法，就是为了让他的营收和利润达到交易所的要求，然后保住上市主体。那这样的有什么意义呢？他这样的企业留在上市公司，完了之后散户开始讲故事，说这个啊是人工智能 AI 人形机器人算力，中国的英伟达。这是证券报报道的啊，这种财务造假那是五花八门的。还有的啊，你这个上市公司净资产是负的了，资不抵债，那净资产为什么负的呢？那这个上市公司的应收账款有一笔收不回来，那叫计提，对吧？把它按照坏账处理，这个恐怕有7年8年的时间了。这个时候大股东想起来了，自己跑到那个客户那儿，对吧？他借钱给客户，让客户把这钱还给上市公司，把应付给付了。上市公司把这钱收回来之后，他本来在账上已经是做坏账计提了，结果这5000万一收回来，多了5000万的净资产吗？净资产为正，这个手段也非常多，目的啊就是千方百计的保壳。但他是通过主营业务改善自己的经营状况的吗？不是的，都是歪门邪道。这样的企业按道理早就该退市，但是他就活在胡市里面，胡市里面大把这样的企业。这就是我说的，监管得想办法把胡市5000多家上市公司最少得干掉1000家，否则这个市场好不了。我们再看看这个胡锡进老师啊，这胡锡进老师啊，可能是最近这个胡市啊走得不理想，我推测啊，胡锡进老师应该是再次陷入亏损，所以他现在每天啊，他更多的会关心民生。一般的都是胡锡进老师赔钱的时候啊，他就叹民生之多艰呢。他今天啊发了一个关于吉悦的微博，他说啊，吉悦员工善后方案照片在网上曝光，上面的内容显示，百度和吉利将代经营不善的吉悦支付员工经济补偿等相关费用。他说这个结果令人欣慰，希望那些遭遣散的员工能够用这笔钱救急，先把年过了，更平稳度过这个关口。你看看胡锡进老师同情牛马，只有一种情况，就是他赔钱了。他说那些员工是吉悦垮塌受冲击最直接也最弱势的群体，他们呼声能够被重视接纳。说到底，公平正义在我们社会上回响和兑现。另一方面也要说，百度和吉利所做的决定表现了两大公司的责任感。他们作为投资人，如果采取更加计较和相互推诿的方式对待吉悦员工要求的话，在法律上显然是有回旋空间的。但他们站了出来，为遣散员工基本权利做了兜底，在道德上值得鼓励。我只能说胡锡进老师他这个角度是不对的，就是胡锡进老师他应该从政府的角度看这个问题，就是谁应该给职工兜底，应该是政府，不应该是百度和吉利。百度和吉利人家是投资人，人家10个亿投完了就投完了，10个亿亏掉了就没了，人家已经是受害者，完了之后你让受害者还得掏钱出来，这个不对的。那谁应该掏钱呢？这时候政府的职责在哪里？你这些投资是不是都交了税，对吧？吉悦交了多少税啊？就他已经倒闭了，他也交了不少税啊。这个时候国家为什么不出来兜底啊？你把所有的责任都推到企业头上，推到投资人头上，你只能加剧大家就不愿意投资。那我为什么要投资啊？我为什么要找这么多麻烦？投资失败了，完了还得赔钱，对吧？那大家都不愿意投资。
实际上这个时候出来担责任应该是政府，你把税收了，对吧？吉悦卖一辆车，政府收多少税啊，对吧？吉悦给大家发工资，个人所得税交了多少啊？社保交了多少？都是那个里面大量的钱是交给政府了，你政府为什么不出来兜底啊？完了你找百度和吉利，百度和吉利人家也是公众公司啊，人家有自己的股东，人家向自己的股东交代，凭什么他要多掏钱呢？当然了，百度和吉利他愿意掏钱，说明他有格局，对吧？有社会责任感，这是他们应该表彰，而不是要求他们做这事情。谁应该来做这事？谁缺位？谁只收钱不办事？我觉得这个胡锡进啊，把矛头对准百度和吉悦、吉利不对的。他说吉悦的突然垮塌是个悲剧，吉悦是独立法人，他的管理团队不应对内部员工隐瞒经营形势，导致几乎所有人都措手不及，加大了公司倒闭对员工的冲击。这个当然我们也可以这么说啊，实际上员工能不知道吗？吉悦的那个 CEO 他那一手遮天，这公司账上有没有钱，就他一个人知道。你财务呢？财务总监呢？下面出纳呢？都应该知道啊。你账上没钱了，他能不知道吗？那就说明那个吉悦的这个 CEO 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啊。实际上我觉得吉悦的员工应该知道，就知道至少知道这公司难以为继。只不过他这个恒大的那个理财的那个员工一样，他是沉浸在那里面，他不愿意相信而已。有很多人就是这样的，只缘身在庐山中，就不识庐山真面目啊，只缘身在庐山中。他总是相信倒霉的事不就是到我头上吧？在现在的经济形势下，你就不要说吉悦这些，你连腾讯、华为、阿里，对吧？这些员工你都要做好被裁掉的准备，你要有这个心理承受能力。你现在手上捧的哪怕是铁饭碗，你都要做好失去工作的准备。这胡锡进说啊，这2年汽车行业竞争很凶，出海压力也大。老胡看到一个数据，说今年前3季度国内汽车行业利润率掉到了4.6%，这个过程中产业链上不排除也会有其他企业走出困境。吉悦这次倒闭，相信除了欠员工钱，他还欠了供应商的钱，还有对其他法人主体的外债。这些债务如何处理？是否也应由股东百度和吉利出钱买单？胡锡进说啊，他认为法人主体之间的债务清算应以民法典、公司法等法律为准绳，投资人与被投资公司之间并非子债父还的关系，该依法保护的权利都要保护。这个说的是对的，那就是吉悦破产清算嘛，对吧？这叫法治化、市场化。那个百度和吉利解决吉悦3000多员工的安置，那纯粹是人家属于站位高啊，格局大，主动解决民生问题，他是替某些部门做了事情。胡锡进说啊，希望中国经济持续高质量发展，市场竞争也更健康，吉悦这样突然倒闭的案例尽量减少，一旦发生，法律和道德能够强有力的调节善后事宜，其中法律的主导作用会越来越突出，与商业道德相互支持。无论如何，经济繁荣是这个过程最根本的润滑剂。即便经济再繁荣，倒闭的企业依然年年存在，它不适合市场竞争，自己倒了很正常。关键是对这些弱势群体如何兜底，这个到现在一直是缺失的。对弱势群体的兜底应该由政府，就好比现在政府保交楼一样，那些买了房子的韭菜，钱交了，房子没了，烂尾，政府是不是在兜底，在保交楼？这样的啊，对于那些欠薪的那些职工，企业倒闭，资不抵债，他没钱，没有资产啊，即便有资产，也不知道猴年马月能处理完。那对这些员工、劳动工人，对这些牛马如何保障？我觉得这应该是政府，就像保交楼一样，因为这个企业他在程序期间交了多少税啊？这些职工他交了多少个人所得税啊？企业兜不了底了，那就是政府兜底，天经地义。你要想鼓励创业，你只能这样，对吧？你现在的做法，如果政府甩手不管，那实际上是在变相的压制创业。谁在投资之前都得琢磨琢磨，你投100万想搞个什么事情，最终你承担的恐怕不是100万的责任，那你想想，你敢吗？最终还是抑制了投资啊，抑制创业，最后还是抑制了就业啊。所以我觉得啊，对劳动者的保护，政府是缺位的。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